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心靈樹洞 Chloe 啊！我今次講呢一個阿公講道理呢，係收錄於喺我嘅鬼故下一站彩虹裡面嘅。今次我又同大家分享啦，分享阿公個道理，有陣時真係幾有道理嘅。邊個宗教最好？如果你好想有一個信仰，究竟邊個宗教係最好嘅呢？成日聽到人話神創造人，咁事實上宗教係人創造出嚟嘅，因為人唔完美，所以冇宗教係完美嘅，亦冇一個神係完美嘅。一個全善嘅神，點解會創造有惡念嘅人類呢？若果神都有惡念嘅話，咁佢仲係完唔完美嘅呢？嗱，凡事都有兩面睇嘅，就好似道教兩極標誌一樣，黑中混有白，白中混有黑，黑白兩者並非互相抗衡，而係融為一體嘅。煩惱緊邊個信仰先係最好？其實唔需要太過擔心，因為即使唔同信仰都有好多共通點㗎。天主教、基督教都話啦，人做得壞事多，二世後就會落地獄。佛教亦會話壞人下世會淪為畜生。就連古埃及人信奉嘅宗教亦都係一樣。埃及人相信人已死咗後將會有已死後嘅審判，已死即係先人呢，就會向42位審判神證明自己係清白嘅，最後由盧比斯將已死者嘅心臟挖出嚟，連同馬特女神嘅羽毛各放喺天平兩端嗰度衡量。如果已死者嘅心臟比羽毛更加輕嘅話呢，就可以進入一個永生極樂嘅世界。已死者嘅心臟比羽毛較輕嘅話呢，又好似佛教要我哋心無雜念，對塵世欲念了無牽掛，先可以得道成仙㗎。點解即使唔同國家嘅文化，所有宗教都有唔少嘅共通點㗎？就好似我一開始所講嘅，因為宗教係由人創造出嚟嘅。大家明唔明解啊？如果大家煩緊我入邊個宗教嘅話呢，其實你入個個宗教都冇乜所謂嘅，因為每一個宗教都係有個共通點，都係勸人哋做多啲善事啦，唔好做壞人啦，就係咁簡單嘅咋。咁你哋選擇啦嚇。咁如果呢有幸見到我呢條片嘅話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一下小妹。多謝大家，我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人人有工做。我哋下次再討論阿公嘅好嘢。拜拜。